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8月7日是咱原住民族日，无坏事。今年嘛是这个原住民族这个争取到这个正名25周年这个时间，回顾过去，自1984年开始，原住民族这个运动团体经过争取，伫1994年8月7日第3摆修宪哦，政府总算着回应诉求，将过去这这个名称正式用原住民的这个称呼来称呼咱台湾原来这个主人。伫咧1997年第4摆修宪的时阵，原住民族这个族群的概念嘛，甲写入去宪法内底哦。行政院佫甲当年的这个8月7日定做是原住民族日，来纪念原住民族这个正名成功。不过呢，其实这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转型正义啦，这政府也佫有进步的空间。今日咱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咱就邀请到4位来宾，要做回来对话哦。第一位是咱原民会副主委袁老伟。Karena kita sesuai makalas kubala miah so tahui miah berpengau pai 原民日ka miah ka 台湾新眼界 so kali kita sedikit burah ketan Taiwan sa ke hanganani miah nami berpengau so Oda 原住民族日mi kinari 就欢喜哈也是来家哈讨论有关原住民族日这件事情还有我们相关的议题。是欢迎，第二咱要邀请到这个原住民族历史正义甲转型正义委员会平埔族群这个北区的委员陈金曼委员你好。马吉拉甘曼，大家好，我头拄仔讲的是客家歌咱的台语，意思就是食饱未？食饱未？哇！第三位咱要邀请到这个东华大学民族事务甲发展学系这个教授施正宏教授你好。大家好。第四位咱要邀请到政治大学这个民族学系这个副教授关教授你好。老高兴过啦，大家好，我是大亚关大伟。哇，咱今日这个族群的代表实在是真多哦。头一位咱要先邀请到这个咱的副主任哦，你的台语讲得真好呢。系，我是为高中要读高中的时阵吼，到白浪社会来吼，主流社会主要是因为接触的人较侪，有河洛人，有客人，吼原住民较少，吼所以拢有学一寡话吼安尼今仔日我会使用河洛话讲话真好。是，咱个了解一下，其实咯，对着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运动哦，伫咧1984年开始，进前甲这个副主任开讲过哦，就是讲你接触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运动，其实是你这个读大学12年的时阵，甲咱分享一下。好，讲到1984年这段时间，我刚好呢，已经北上念大学。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所谓原住民族运动的那个讯息，可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其实讯息并没有那么充分，所以很多都是透过我们学生中心，也就是基督长老教会为我们原住民学生这个设置的一些学生宿舍我们刚好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让我们都知道说原来现在有一群我们青年，就是原住民青年要发起一些这个对政府也好，会对主流社会的一些抗争行动。所以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参与。是。其实咱会当看到，其实台湾人好啦，还是讲这个主流这个白浪社会也好啦。白浪就是一般这个原住民族对称呼这个汉人的讲法。其实因为对着过去的历史来讲，其实汉人真正是这个侵略这个一个族群啦吼。对着这个原住民族是剥削也好，还是讲等等的这个无公平的这个对待也好，其实拢伫这个原住民族社会来讲，真正是因一步一步豆去争取因的这个正名也好，还是讲原住民的这个权益也好，其实咱就透过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运动我们经历一个这个自过去这个运动的开始伫1984年开始，整个的这个原住民族这个运动的这个过程咱自1984年开始看这个咱的原权会就伫这个时阵来成立。这个伫咧1983年甲88年中间的有这个吴凤这个成为这个抗争的这个活动必须伫咧1987年的时阵，这个教科书甲这个吴凤这个故事甲剔除掉。这个88年的时阵，佮遇到这个
五峰这个东上哦，甲五峰乡就是较早这个阿里山乡哦，甲伊改名正式改做是阿里山乡。啊，其实咧一波一波的这个运动就开始啊。这个有三波哦，兴化土地这个运动的大游行，甲1991年、甲97年有三波的这个正名、甲土地权、自治权的这个入宪的大游行。在1994年的时阵，这个国民大会上这个宪法的这个山包哦，正式改名做原住民。在这个1996年的时阵，台北市设到一个官方的这个头一个这个原民会哦。年底的时阵，行政院的这个原民会嘛成立。咱头拄嘛有讲到，伫1997年，这个原住民甲这个原住民族族群的概念加入来。副主委，你安怎看这个过程哦？其实原住民甲原住民族规个族群的这个概念入来啊。对您来讲，应该是一个大进步。是，其实从1984年开始，我们整个原住民运动权利促进会成立以后，这一路成立，然后以这个证明作为整个原住民，包括自治也好或土地议题的这些运动，其实那个主轴主要是在证明。好，那事实上我们看起来证明运动它好像是一个名称而已，事实上它涵盖的核心议题其实包括土地跟自治。是，所以这10年来，也就是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到1991年，台湾第一次要有修宪这个机会的时候，原权团体有发现一定要掌握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表达原住民对于山胞。过去这40年来，对于山胞这个名称，充满歧视或污名化的一些这个名称，我们希望在第一次修宪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国民大会能够让我们把这样的名称给修改。那事实上，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刚刚也稍微回顾了一些历史哦，就是第一次是在1991，第二次在1992，第三次来到1994年。那前面2次确实我们应该是说抗争或者是这个诉求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到1994年，等于是我们第3次的修宪运动过程里面，我们在一个非常重要的3个背景里面，刚好民进党那时候有一个宪政小组，他们把原住民证明与自治列为他们宪改的一个议题在讨论。第二个背景呢，就是李前总统，就是李登辉前总统，他在1994年，也是同样在1994年的4月10号，一场就是由当时是叫文建会，在屏东我们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召开的原住民文化会议，在他的公开演讲，他是以一个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公开把山胞名称全部都改成原住民。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带头，所以呢，国民大会国民党的这个宪改小组也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把这个山胞的名称也改为这个原住民这3个字，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跟前面这几个背景之下，让这个原住民3个字在1994年的修宪的时候。也一票之差也通过，让原住民正式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出现。是，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运动的成功是一步搁一步豆豆起来。其实讲到这个原住民的部分，其实嘛包含着咱的平埔族。咱今日邀请到这个金门大兄来到现场，就是要甲咱讲到这个平埔族这个正名。还是讲，包含伫这个咱原住民的这个所有这个统称内底，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就我的了解啦，吼，就是讲平埔运动吼，是因为这个原住民吼，这个还我土地运动，是吼，山坡的还我土地运动内面，应该是上尾一摆的迄个第3波吼，还我土地运动，因为邀请这个平埔族群来加入，吼，因为当时主导这个运动的一部分的人是这个。玉山神学院的老师，玉山神学院因这边，伊嘛知影讲大长老教会这个平埔的这个教会内面，还有一寡这个平埔原住民，还有大这个社会这个污名化的这个困境内面，无法度发声，所以因特别邀请到这个
北部族群来参加这个原住民的还我土地运动。吼，这个北部的这个族群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复振，吼，嘛是伴随着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化运动，吼，甲本土化运动，甲这个原住民运动，吼，慢慢的开始从事这个文化的复振工作。是。吼，小弟是为这个差不多是1999年，吼，因为咧这个教育公部做记者，吼，开始甲这个原住民运动，吼，开始有一寡接触。是。吼，到这个2000年的时阵，因为这个政党轮替，吼，所以阮一寡先辈，吼，因认为讲，这个政党已经轮替啊，吼，所以这个新的执政党，吼，应该来处理这个北部原住民正名的这个问题。是。所以迄个时阵，大长老教会总会成立这个台湾北部原住民协会，吼，小弟嘛是大迄天，吼，去采访的时阵加入，所以变做这个创会会员之一。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咯，这咱的看到这个金门大兄这个过程来讲嘛，是对着这个族群的这个认同嘛也好，也是讲这个平埔族嘛有出一寡力就好啊。咱看到讲哦，这个咱所经历的有一个原住民族哦，这个争取这个身份认同，这个运动其实拢无毋捌停过吼。现主是咱来看一个例，就是讲台南市这个西拉雅这个族人哦，争取到这个本地原住民这个身份。经过一审哦，这个是败诉，不过经过咱台南市政府这个协助吼，伫行政法院哦，今年这个2月时阵发挥这个原判决哦，这个正名案哦大平盘，咱来看一个这个新闻片段。原住民族的正名运动伫1984年发起，要求恢复传统人名的使用，有恢复部落地方的号名。1994年8月7日，国民大会修宪了后，甲宣布修正做原住民。原住民族争取身份认同已经30多冬，台南市西拉雅族人争取本地原住民的身份，经过一审败诉，台南市政府协助上诉。行政法院今年2月份发回原判决，正名案规个平盘，西拉雅族人欢喜甲唱族歌伫遐里跳舞。政府已经有确定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争取这20几年来的这个证明，应该是说应该也要水到渠成的啦，这是我们族人的希望。西拉雅族人争取正名的过程真辛苦，因为本地原住民甲汉人男做伙大，生活的关系渐渐汉化。想要认定是有淡薄困难，所以引起正反方一直在拍官司。1801年12月份，西拉雅向原住民族委员会申请本地原住民的身份，所以因为无符合原住民身份法无法承认。现主是原住民身份法认定，干那山地原住民甲平埔族原住民两种，而且该透过国民政府来台湾进行的户籍身份认定。西拉雅族人认为，原住民的血统是天生自然的，不是国家想赐的。最高行政法院也认为说，以前的日据时代的户籍登记跟原住民的身份没有必然关系，因为那时候日据时代其实没有好的公告等等。那但是身份怎么会因为行政机关的疏忽，就我的身份就没有？1804年，台南市政府斗三江西拉雅族人提起行政诉讼救济。1805年，台北高等法院驳回西拉雅族人败诉。1807年，最高法院驳回一审判决，认为原住民认定采取登记主机有违法的问题。原住民身份认定的关键，伫1806年行政院提出修法，来入去平埔原住民，目前伫法院进行实质的审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啊，这合议庭认定着原住民的这身份甲这个血缘关系哦，唔是甲这个伊本身哦，就是这个身份，就是自身本就来啊，唔是这个国家赐予你的，所以是嘛唔是靠这个登记所取得的。咱看到这个例，等于是恁正名有淡薄仔这个变盘，嘛算着这个原住民平埔族的这个成功。这个教授你安怎看这回这个代志？
北部一部分啦，大家努力啊，足久的我想拄啊，今晚有咧讲差不多92、93当总统府头前的时阵嘛，迄阵应该是长老教会约翰尼有带头嘛，所以迄阵就有北部族就已经出来。我记迄阵各族的代表去见李总统的时阵，迄个行政院的秘书长叫做蒋彦士伊讲，我怎么没有听过平埔族？其实拢有啦，但是讲有一寡人变个有汉化去嘛，有诶个暗藏家己的身份，咱唔知影嘛，所以就是有咧努力啦，当然即几年咧努力的时阵，内底牵涉到就是讲即个到底咱平埔有偌济人啦，即个福利也是要加分等等是有即个有考虑即部分啦，我想其实福利的预算其实迄拢好处理啦，可能较烦恼。是，坦白讲啦，咱即摆就为了立委员，咱这立委平地原住民三色嘛，山地三色嘛，伫平地即三色的烦恼就讲，你即嘛人三色的时阵，你实在较侪人，是毋是就抢着阮一色嘛？其实迄阵我为着甲咱的朋友讲，无要紧啦，钱的部分好处理啦，但即一色的部分，民进党迄阵涉事较侪嘛，不分区你就讲好嘛，什么人未来都大概，咱北部内底可能什么人要做不分区的做立委的，大概就是差不多一个两个，咱大家拢莫点名就好，知影嘛？大家讲好嘛，对无？无差嘛，所以我是讲迄无问题。但是讲因为你若无去处理的时阵对，像我讲到底咱是有偌济人，北部有偌济人会烦恼会惊吓，我想这个合理的。但是有北部的血统，甲有北部的身份，这个差足济啦。比如讲，因为你有可能日本时代即个福建麻婆内底有登记嘛，识嘛，这个有嘛但是大部分有血统的大部分人拢无啊，因为日本人迄阵咧统计咧已经算了已经足严啊啦，所以已经是其实是无遐济坦白讲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好一个讲嘛，大家我坦白讲，这内底有大家起码是歹歹有起入地的，就是安那咧，因为过去汉人咧开发的时阵，甲平帮我杀个头前嘛。所以呢，咱这个山地这部分就有身份，这部分就大概是讲你是安那平平是咱咧南岛的点嘛，你平平甲收你看无，甲当做烦啊嘛，对无？所以尤其是大家住做好愈近的所在，我知影讲是讲。咱南投遮可能无即个感觉伫的啦，南投遮咱遮无平埔已经大部分可能看较袂清楚啊嘛，屏东遐呢，屏东遐我的印象是也袂歹的感觉，迄阵不得一个人较勇，就什么人做带头，无分做一族啦，像我看卖因是屏东迄边的嘛，拢有透南地的嘛，但是我咧想可能台东花莲遐可能有一寡人咧做伙时阵读册中间起码是歹啊啦，我感觉讲迄个人迄温暖，迄其实拢会用说变，因为咱的人较济，像咱来讲原住民的人较济，人口也较济的时阵，会像纽西兰共款啦，你照人口的比例是咧，佫坐迄个国会议处预算较济就好嘛，咱倾分来倾分去，我是感觉无必要啦，咱加减有透南着啊。所以咱的这个广告收，你安怎看这回这个事件？对，我觉得对于平埔族群的这个自我认同，我们一定要予以尊重跟支持啊。那刚才几位老师也有提到说，有几个过去在这个努力上面遭遇到的一些困难哈。第一个就是说实务上怎么去认定那个个别的身份嘛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个制度环境其实是有缺失的。好，譬如说，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保留地，原住民保留地的制度。那按照现在的制度是，只要有原住民的身份，不分哪一族，你就可以去购买保留地。那这个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有问题的制度。接下来，如果就是说平埔族群恢复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会在这个制度里面，你等于扩大了那个可以去购买和买卖保留地的基数。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原住民在这个保留地的黑市交易里面被当作人头啊等等。那未来这个情况会不会更加严重？这个不是平埔族群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是不利的。那另外像传统领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经过的主张，然后这个确认的传统领域，那我们就会有咨商同意的权利。那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官方认定的山地的原住民跟平地的原住民，过去的土地的经验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跟平埔族群的原住民的历史上面的土地经验的脉络又更不同。那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历史经验形成的这些土地的这一些关系，我们都要用同样一套传统领域的制度来对待吗？还是我们要分开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施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历史上面因为统治者的族群操弄的关系，所以他会分而治之嘛，哈。啊，制度本身是隐藏在后面，哦，它制度隐藏在后面啊，可是冲突就是产生在人之间，所以我们人之间会互相怪罪，啊，没有看到问题是在操弄的那个制度。那今天回过头来，我看其实我们年轻一辈越来越年轻，他们其实已经那个恩怨其实已经慢慢的在改变，然后认为我们应该要支持平埔族群，我认为在年轻一辈的声音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过头来去针对那个制度有缺失的部分去调整。那制度调整之后，让平埔族群的这个原住民的身份恢复的时候，都能够避免掉刚才我讲的那些问题。关教授其实提到讲哦，这个制度部分哦，就是讲较早这个原住民甲平埔族是不是爱用着同款的这个制度，落去看这个传统领域也好，还是讲这个自相同意权也好，这是这个土地部分，还是讲这个福利的部分，其实拢是爱个另外去做讨论。咱先来看讲哦，咱台湾平埔族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有啥物款的这个族群伫内底吼，咱来看到咱所整理的这张图，这个族群哦，咱就有记一下例啊，就是讲。伫台北，大家拢真熟悉的这个凯达格兰族吼，啊，伫中部啊、中北部遮有道卡斯，这个西拉雅就是嘉南平原，啊，屏东有咱的马卡道，这个伊官方的这个登记哦，差不多是15000啦，啊，嘛有学者研究讲有10万至20万人啊吼，啊，头拄食这个金门大兄嘛有讲到有10万至107万，这有新的研究，咱等下再过来讨论看嘛咧。啊，因现主是拄到这个困境是啥物呢？政府就是唔愿意承认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正名也好，恢复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也好，其实咱等下真正要甲这个金门兄好好请教一下。第二项呢，就是讲这个语言啊、甲文化这个流失，要安怎甲救回来？啊，所以政府的态度，咱来看讲，台南县啊，迄阵是2005年，甲这个花莲富里哦，个屏东县。这个地方政府甲这个平埔族定是这个县市所乡定啊，县市乡所定的这个原住民啊，行政院伫2016年10月7号决议甲这个修正原住民身份法咯，承认这个平埔族是原住民。咱先请这个金门大兄，头主要你有分享到这个人数你有讲是10万至107万，啊，其实这个人数的部分，头拄仔这个施老师嘛有讲，施教授嘛有讲到，这个人数的牵涉到人口啦，牵涉到这个政党也好，还是讲这个比例啊，资源的比例也好，拢会影响到。你安怎来看讲这个人数上，甲这个福利，也是讲这个制度面，要安怎去甲过去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关山这个原住民有小差别安尼？头拄仔讲的这个平埔族群吼，有这个熟制吼，大日本时代有这个熟制的这个记录的吼，差不多是10万到20万之间吼。这差不多是10几年前吼，政大林修策教授做的这个研究。是。吼，啊后来伊家己嘛有修正啦，吼，因为咱即马是采取这个父系跟母系吼双重认定。吼，你只要其中一个你有这个熟制登记，你就会使申请嘛，吼。这个平埔原住民，所以伊就把这个数字再乘以2，吼，所以伊有一个新的数据，差不多是50万或60万，吼，但是上新的一个研究就是讲陈淑佐教授，吼，伊是用抽样调查，吼，就是讲咱这个南部、中部、北部、东部，吼，伊拢有做这个抽样调查，吼，甲用这个人口成长率落去算，吼，甲这个原汉通婚的比例，吼，甲这个原住民通婚的比例，吼，做一寡迄个加减的这个运算，吼，差不多是107万这个数字啦，是，吼，但是这拢是预估值啦，吼，唔是真正用这个实际的数字吼去统计的，吼，这拢是预估值。
啊，真正的预估值差不多是今年啦，年底，是，内政部因的统计资料盖出来，啊，可能迄个时阵啊公布了，可能会较正确咯，是，到底这个边牧族群有收支登记的这个人数有偌济啊？是，这是人数这个部分。啊，头拄仔这个关教授伊嘛有讲到，就是讲这个制度面啊吼，要参像这个伊嘛有举例啦，就是讲这个保留区啊，是咧咱传统领域这个认定的部分，甲过去的这个原住民的这部分有小可有差别。你安怎看这件代志？是，其实这个问题真复杂啦吼。咱刚讲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个问题就好啊吼。参像中部道卡斯族吼，有一寡族人吼，因为汉人开垦的关系吼，有一寡伊就走去山顶，啊，甲这个泰雅族也好，还是讲这个塞夏族也好，啊，去甲因带做伙，吼，啊，所以因甲因带做伙了，因就变泰雅族，还是讲变做塞夏族族人了，是，吼，啊，因就会讲因较早住喺倒，吼，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因的这个传统领域，吼，道卡斯的传统领域，甲这个塞夏，还是讲泰雅的传统领域，就会有一些重叠啦，是，吼，就是我他讲的迄个问题，产生的，是，吼，啊，另外就是讲有的人是会走来走去的，吼，啊，到底什么时间点，这个传统领域的倒位吼，迄爱看讲是什么时代来讲，是，吼，啊，但是我感觉讲，其实这拢会当参详的，吼，就是讲，可能咱来看大这个，日本时代也好，吼，日本甲清朝迄个过渡的迄个时间点，吼来算还是安怎？吼，我感觉这拢会当参详，啊，可能。较大的问题是，头拄啊，关老师有提到吼，迄个制度，吼，就是讲，这个制度啊，甲这个暗示交易，吼，土地暗示交易的迄个问题，要安怎来防范？迄可能爱进一步来思考啦。是，所以讲到这个部分，咱要甲请教这个副主任，其实这个制度面来看吼，其实若是这个平埔族纳入来。原住民族这个规个大这个概念内底，其实制度上有啥物爱个调整的无？我先大概也回应一下刚刚关老师特别提到那个制度面的问题哈。对，尤其在审查这个原住民身份法，在立法院审查原住民身份法草案的时候，其中第2条，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2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列。平埔原住民身份这件事情，第2个就是有关如何去设计或规划平埔原住民的这个权利，好，这个是一直在立法院不断有很多讨论，甚至可以说是争议的一个法，所以其实大家其实都提到这个制度面的问题，包括保留地啊，或者是这个参政权，因为。平原也好，平地原住民也好，或者山地原住民，都其实最担心的是这方面的冲击。那最近还有进一步讨论是更多的资源啊，包括社会福利的部分，好，也都是现在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都会担心会被冲击的部分。所以这个我认为刚刚大家的态度其实都。是开放的，那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要持续做一些对话，然后也让现有的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族人也能够有一些体察，就是对于平埔原住民身份的一种在法制上的一些权益，都能够一起用比较这个开放的新态度来一起讨论这些事情。那因为我们从105年开始陆续在跟平埔族人沟通的时候，包括到立法院跟我们的立委做沟通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蛮漫长哈，也是花了应该是说1年多以来，
现在这个进度就是第一次的朝野协商已经破局了。好，那我们现在的决议是希望由我们立法院的大家长苏院长能够亲自来主持这一个朝野协商，也就是我们第2次协商。我们现在目前进度是这样子。是，所以伫咧新婚的这个认定头顶，也是讲这个资源这个分配头顶，拢爱个豆豆来去讨论。施教授，你有啥物建议吼？都是这个北部族若真正变打入去。我先讲吼，其实关老师都来烦恼，这确实是无问题啦吼。不过因为咱过去咱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叫做单一体制嘛，就是讲吼，一体适用啦。你来迄阵其实迄阵有啦吼，有些坤做院长的时阵是迄个政务委员是或者迄个陈其南教授嘛。迄阵大陆你讲另外一种做法，就讲加拿大的做法啦，吼，这无共款的做，你知道，你知道，伊个挖海可能是掠鱼的无，这边若较挖这边吼，湾山这边有这做水库的，这个吼无共款的要求伫的嘛哈。有的是无土地要安怎处理嘛哈。我是感觉会用安尼处理啦。比如讲我之前有做一个加拿大挖迄个温哥华是算咱乌来嘛，迄是地是足贵的嘛，对无？所以因当初伫定这个自治区法的时阵，土地买等，因是吼要卖是爱大家做伙讨论的，卖是爱卖族人的。你毋是讲原住民身份就会用买呢？外族袂用买伫的啦哈。所以你人头这部分是真困难啲的啦，哈，所以讲当然伊要开发的时阵是规个族的人做伙来讨论嘛，哈，我是这个部分，咱可能要有一个观念嘛，就是讲一体适用这部分，你讲山地甲平地就想法都无共，要去讲平埔这部分嘛，哈，其实吼，先讲讲这个咱这个平埔的传统领域部分啦，因为我有做一个迄个咱知讲吼，加拿大谈迄个叫做中西部有几个县叫偏湾区的这个县，Alberta 等萨克斯川这几县。因为一寡咱像较像咱的平埔这种做法啦，土地拢无啊嘛，要安怎？过去嘛拢有买有契约，你知咱即阵嘛有你若过去汉人骗啊，对，无俗我就买去嘛，但是有契约伫的嘛，对无吼？所以呢，因的政府讲无我拨几块地，所以我来想着讲，比如讲咱台南市内也就好嘛，咱台糖土地足济嘛。吼，咱正经，咱做这土地嘛，毋是要买嘛，特别讲嘛，是要咱做有咱的传统的野祭啊，是啥物会拢好啦，吼，你讲我想迄好处理伫的啦，吼。拄今仔有你讲大家拢有会搬线嘛，你知迄内底会抬来抬去，吼，历史中间啦，吼，但你讲莫讲啦，咱讲咱的多鲁古就好嘛，反正多鲁古应该是甲咱的赛德克应该是有某种关系伫的嘛，伊刷过迄边，可能是清朝就过啊，对无？过来就是讲有迄个有一块土地有可能无共族。拢中国讲，这嘛是我的土地的时阵，我想这拢会用处理，会用谈判伫的啦，吼。所以讲，我是讲，即马问题其实大家内底拢有咧惊吓，到底有偌济人？是。对我来讲，这足简单的代志啦。吼，咱讲有一寡伫研究平埔的这学者，比如讲阿关就好，詹树坚嘛，因差不多这管区较重要，伊迄户口名簿，伊拢有，你若做研究，伊拢有 copy 起来伫嘛。你去研究就好，比如讲咱逐个人，比如讲我透过阮阿舅嘛去讨论外嘛，因为这个迄个泉州、屏东泉州，拢顶头有写实，你就知影就有啊嘛。所以就讲，台南市政府有做过啊，当然高雄、屏东有做，但是去登记的人足少，但是台南内底讲甲算起来。无影遐尼济啦，我坦白讲啦，吼，你讲第一讲你有资格无？第二讲你有意愿无？但我甲算起来，真诶啦，讲碰碰甲100万有较好笑啦。你好笑，你讲你碰碰甲有啥物好处伫诶嘛？咱个损人不利己嘛，对啊。你咱原住民有时候呢，朋友会惊吓伫诶嘛。我讲政府吼，为着讲咱这两个历史的这个恩怨，这应该政府爱出来化解才对啊，还要开钱。免甲遐侪钱伫，一本现就好。因为即马这拢已经有 scan 电脑化伫，足简单伫啦，好无？所以若有心要去做，会用解决啦。所以这执行面，关教授安怎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回过头来想，台湾的原住民族政策里面那个个人的权利跟集体的权利，过去没有理清楚的部分。就台湾的原住民族政策，过去是从个别的个人的的权利开始的，比如个人的福利啊，这个考试加分啊等等，以个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套政策。但是慢慢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原住民族的集体权，从自治啊到这个自然主权啊等等，都是在讲的是一个集体。那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分清楚譬如说社会福利好了，到底我们是要看的是那个他
那个族群的身份，还是他的这个社会阶级？好啊，这个就涉及到说，到底是因为他的族群，还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会的经济地位，要给予他这些资源？过去没有理清楚的地方，我觉得透过贫苦族群的身份的恢复，刚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来检视台湾的原住民族政策，然后把个人的权利、集体的权利分清楚，哪一些是个人的，哪一些是集体的，趁这个时候。是哇，关教授这个观点真好，就是讲较早咱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身份的认同，还是讲这个拢是以个别个人来做基础，但是即马来用这个集体这个概念，甲族群的这个概念，甲中心放入来，甲中心来思考。亲像伫这个关教授嘛讲到这个社会福利啊，还是讲这个阶级这个部分，爱去厘清清楚啦。就是讲对整个这个原住民族这个政策来看，其实是有影好的。透过这个平埔族这个正名这个运动开始哦，咱来就讲到原住民族的这个政策，咱来看到这个蔡总统哦，这个上任以后，所有的这个政策。有成果也好，还是讲也个会让改进的部分也好，咱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咱来看到讲成果是啥物咧？成果就是讲，伊执政的头一档哦，都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来道歉哦。啊，第二就是成立到原住民族这个历史正义以及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第三就是公布到这个传统领域的话事这个办法咯。第四个就是讲呢，制定原住民族这个语言发展法。啊，第五就是讲这个男士的这个核废料哦。伊的这个真相的这个调查是安那，不过也未做的是啥物？咱头都有讲到，就是讲也未承认到这个平埔族是原住民也好，还是讲这个传统领域无包含到这个私有地这个问题哦，其实拢会当做一届来讨论哦。啊，咱个倒来看，就是讲其实真侪爱进步的啦，但是也有成果的，咱真正爱甲伊蔡总统拍破啊，但是也未做到的，咱官方这边是安怎看？我想最重要就是在小英总统在上任这个跟原民做道歉之后，他有8个这个主张嘛哈，就是对原民政策的主张。那刚刚我们有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哪一些已经完成了，哪一些没有完成。那我其实是比较从一个就是现在总统府这个原转会哈。好，刚刚那个金班嘛是原转会的委员之一，他很清楚，就是在这一个机制里面，很多人会去质疑这一个他的这个权职不足的情况哈。事实上，我看到的是，这个平台它除了是总统这个一个国家元首的高度，还有就是以这个原基法的整个政策的这些蓝图。好，而且用立即性我们可以马上处理的一些事情，就是主要在这个平台里面做处理。那我觉得先不谈这个成果或还没兑现的这个部分，我必须讲，就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我觉得是让行政机关，那个行政机关不是只有原民会，包括内政部、教育部，我们很多议题，包括这个林务局，好。我想大家都有看过这些这个会议里面，很多的行政机关在这个机会里面有跟我们的族人做一些沟通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过去我们从来都比较没有被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基本上是让族人，包括原民会还有其他的行政机关对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哈。那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没兑现的这个部分哈，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特别花时间讨论这个原住民身份法，这个频谱增列这个频谱原住民身份这一块，确实。就是说，因为它是需要一个立法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幕僚机关，就是原民会，我们也都很积极的把这些工作能够把它顺利送到立法院之后，这个沟通是需要很多时间的，而且这样的沟通可能也不是只有2边或3边，而是各方面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讨论，那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都能够完成小英总统对原住民主政策的这一个主张。那我们特别在
第一次我印象中，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原转会议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个决议是要赶快通过这个原住民族语言法。那这个原住民语言法在也奋斗了将近12年哈，也是因为原转会成立以后，总统做这样的一个裁示，要尽快立法，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顺利的在立法院通过。那另外那个传统领域划设办法，固然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原民社会还有不同的声音，但我们就是在推动这个传统划设办法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挑战。这个也是即便法通过，但我们事实上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就是还是会接受很多的挑战。那刚刚特别提到那个宪法专章，因为这个还不是这个应该是宪法层次嘛，哈。过去像施正峰老师他们在2007、2008年的时候，其实有提过原住民专章，哦，那个是阿扁时代。那这个部分可能这还是要跟整个宪法这个层次才有办法处理到哈。那其他像原住民土地海洋法这一块，我们最近也有一些调整，是不是要用这个用传领的概念带进一些对于原住民整个这个对土地海洋的一些保障，好，这个可能都是要有一个新的因为走过这个传领办法的这个实施的过程，我们有一些部分我们有一些调整的路线了，哈，就不一定完全就是说小英固然这个总统他有对他的原住民政策主张，但有一些是在实际上运作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会做一些调整，好，包括路线，对。做了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政策咯，这个蔡总统其实有做了好的时阵，但是嘛是有这个改进的部分啊，这个死高手。对。这不是改进的部分。我即马知影讲说，看要今日邀请我来原来是要讲这点。我知影这个副主委吼，伊伫做官较无方便讲话，我来做歹人我坦白讲啦伊整理的这8点是迄个2016 8月初会室的时阵，蔡总统会室的内容是伊讲伊做着5点，但是呢，伊2015迄阵。佮进前迄阵8月初1咯，谈台大知识会馆有无？咱北部嘛派代表去有无？迄内底有9点原住民的证件，迄个证件是我甲即个蔡总统谈中央党部定的，就是讲过去迄3档我是民进党族分组的召集人，开会啥是我伫做伙甲大家做伙落去整合起来，所以尾也整合做9点，这9点内底。真侪内底拢无讲谈遮，譬如讲要住地区，土地要怎处理？当然有讲土海化，这毋是讲土海化啦，这土地要怎处理？等等，其中我讲一个就好啦，讲会室的毋是讲安尼尔呢，OK， 我举一个就好。第5点讲人事的这个废料要怎处理？当初是讲废料要怎处理？咱原住民朋友嘛无讲你即摆向后就讲3-5年就要甲刷走，毋是安尼呢。但是伊会室的是讲我要组一个调查小组来讲，要这什么人爱食罪？是。你敢无感觉这是欺骗社会吗？所以讲应该这原民会提供的嘛，我坦白讲这是完全是欺骗社会，我坦白讲，我要甲咱这咱的汉人白人的咱这个社会讲，蔡英文总统欺骗社会。好不好？你要去撤掉安那拢无要紧，好不好？我无要做伊的帮凶，好不好？因为即摆已经满3档咱要个检验伊的证件，毋是会室的，晓无？无当初你是甲欺骗你，因为我即摆变做讲，甲伊背书了后，原住民朋友会找我算账呢。讲你是安尼当初甲大家靠做伙的时阵，我拢投票投互伊，你即摆选掉了后，讲恁2票，恁2拍人拢大半选国民党，我感觉安尼是无良心的代志。所以伊无方面讲，我来讲。欺骗社会是广告收这边的回应。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说过去几年的这个小英政府的这个原住民族政策里面，
我认为在语言的部分，这个文化教育的部分是比较有成果的，包含这个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原住民族语言就正式成为一个国家语言，这个是正面的部分。可是就如同刚才施老师所讲的，那个土地的部分其实是处理的最有问题的地方。那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说，那个传统领域的划设里面，那个划设办法里面把私有地排除在传统领域的定义外面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担心，就是说，如果现在一般人的私有地经过调查发现那个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按照原基法，它就要经过原住民或部落的咨商同意。那我一个私有地，我未来要开发都要经过原住民咨商同意，那还得了？这是不是侵犯了个人的财产权？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一直卡了很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社会沟通，不只是跟政府，跟整个汉人社会，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个别的个人的财产权的担心。但是我们去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个比喻，就是假设你有一块地，它是在这个都市计划的住宅区。那你在都市计划住宅区，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地上要盖一个垃圾场、盖焚化炉，随便盖一个工厂就可以盖？不行啊。国家也是会给你一些限制啊、规范啊。这个你不能盖垃圾场、盖焚化炉在你的家的土地，它也保护你的邻居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就叫做一个公共的利益、社会的义务。你被管制，但是你是在尽社会义务。同样的道理，在纽西兰。按照纽西兰的资源管理法，就算你是白人的这个这个地主、牧场的主人，如果发现说你牧场里面这块地是毛利人的祖灵圣地，跟他的这个过去有这个历史渊源，你要尊重他们过去的历史，你不能够随便在那边放牛、放羊、大便小便。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它是一个合理的使用的一个规范。尊重这个土地的历史的使用的规范，那就是一个社会义务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更多的社会沟通也把那个社会义务那一条线把它谈清楚。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努力的方向。是，所以咱头头讲的就是这个爱部分爱厘清啦。咱来看讲，阮有经历到这个传统领域这个划设办法有争议的部分咱来看到这个原住民族这个土地也是部落这个范围甲土地这个办法是安怎？伊公布的时间是2017年这个2月18号重点是啥呢？重点就是讲这个传统领域这个土地若要进行着开发，需要得到这个原住民部落的这个同意，就是咱头头讲的这个自相的同意权这个争议什么？争议就是讲这个原基法规定，这传统领域爱包含着这公有土地甲这个私有地，但是原民会这个公布的办法是排除掉这个私有地敢若当划设掉这个公有土地是传统领域官方的态度就是讲，这个零到80万公顷是这真大这个进步啦，先求有再个求好纳入去私有地影响是真大啦，爱透过这个土海法来处理原民立委甲这个原团的这个主张是啥物呢？因讲纳入去私有地无影响到地主的这个权益，在过去这个重大这个争议的开发案拢有这个70%以上是输掉这个私有地，排除掉私有地。等于是这个架空这个原基法自相同意权，咱就要请教原委会这部分的这个问题，就是讲头拄咱两位教授嘛有讲到这个爱中心去认定讲这个传统领域也好，是有纳入去这个私有地这个部分也好，其实咱官方安怎来看这件代志？从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传统领域办法实施以来那我们目前已经有差不多88个案例，就是正在推这个划设他们的传领。那涵盖的部落已经有差不多是330个部落这个我的记忆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是也就是说这个实施办法开始推展以来，现在目前就是进展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案例比如说少主的传统领域，它划设以后，他遇到这个就是南投县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个鱼池乡鱼池乡公所，他们都有提到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划设，甚至都要主张说，我原来因为像鱼池乡本来是平地原住民乡镇嘛他都要退出这个原住民乡镇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遇到这种它也不分公有地或者是私有地，我就是不准你划我这个
鱼池乡是我这个少主的传统领域，所以他们最近还是有一些诉讼嘛。好，今天下午好像又为这个判决有一些这个攻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就是你即便只划公有地，好。但我们还是遇到这方面的挑战，所以未来我们大概就是说，在推动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这个办法，或者未来我们有一个土海法，这样子一个走向哈，我们会就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些困境或挑战，我们再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是，我见咱等下再来搁讨论者，咱来先看这个原住民的土地这个部分，其实有真侪好来讨论的，有这个亚洲水泥案嘛，这个部分是。从视到，看到讲这个原住民基本法自上同意权的这个落实了，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亚洲水泥矿业权利开垦事件是原住民土地问题的重点争议。最近几档伫咧媒体上嘛得到袂少的关注。代志是因为亚洲水泥伫咧花莲矿场的挖矿权利交记录，不过经济部却伫咧2008年3月，和已经挖矿数十年的亚洲水泥会当高挖20年。居民质疑专案无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自相同意权。当地大陆籍族人除了抗议，佮提起行政诉讼，和亚洲水泥公司董事长齐旭东真不满。那个时候原住民欢迎我们去，因为没有工作。那你后面2、3代说我不欢迎，我要你走出去，那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也毋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年7月初宣判，撤销亚洲水泥和经济部等年20年的挖矿权。这个案子是我们全国第1例，因为智商同意权而进到的这个诉讼当中，也是第1例就获得胜诉的一个判决哦。全台湾173个矿场，超过1半的矿场都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这个案件表示亚洲水泥无实践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的自相同意参与权，拍赢官司，大陆籍族人真欢喜。目前有6个部落有决定权，也毋过有人烦恼，毋是由着冲击上大的部落来决定。喜的是，我们的权益在法庭上被看见了；忧的是，我们势必又要被分裂一次。矿下这个也是我们的部落了。有关技术安全也是我们的，为什么要让外面这5个部落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作为原住民土地议题的重点个案，法院对甲二案加入了自相同意权的判断，正做全国头一个。另一个小12档的指标性美丽湾开发案，目前由业者提出12亿的赔偿仲裁，嘛要伫8月有结果。伫土地开发甲原住民族土地运动的冲突。安怎判决，大家拢真关心。记者老铁和综合报道。其实对着这个亚洲水泥这个案哦，其实这个部落内底其实嘛有这个为着要生存，这个支持这个亚洲水泥案的这个部分，但是侪人是反对讲着不爱这个亚洲水泥继续这个来挖矿这个部分哦。咱就讲到这个自相同意权，咱继续来请这个徐教授哦，你针对这个部分你安怎看？我先讲哈，亚洲水泥这本来就是原基法内底就这同意权嘛。已经你的许做迄本来你时间到啊，一定庆典就爱大家来应准对，敢毋是啊？伊就硬拗嘛。我讲较歹听咧啦。你讲国民党的立委摕亚洲水泥的钱，我无话讲啦。民进党几个立委摕钱，你好胆你来花莲选？即嘛亚洲水泥的以夷制夷嘛，我就讲我有一寡人用一寡遮的人来迄个嘛对毋对吼？我较讲吼，这叫做摕人的手骨种石屎啦，以夷制夷。但我话要搁打转来讲，咱原民有够软正啦。他们讲，咱鱼池迄个是公有地呢，公有地伊迄地方政府不过是代管尔，中央政府你无法度讲半话，人。眼中甲迄个原民看淡眼中嘛无嘛对毋对？莫讲私有的土地，我莫讲其他私有，讲我台糖就好。台糖到时若有过半年的时阵，规个卖互财团的时阵，要安怎呢？所以我讲，这原民有够无路用呢。是，不过咱8月初就是原住民族日啦吼，其实对着这个原住民族这个权利来讲，其实这个原民会者嘛是斗相共真济啦。这个广告收者，咱来看这个8月初正名25档啊，咱来看讲这个规个进程也好，还是讲规个过程也好，其实拢有改进的空间，但是
你看到现主席这个原民会上大成功的部分是什么？对，我想就是说25周年嘛，哈，因为证明25周年，我们要让下一代也记得这个过去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讲但是我也很赞同在座的几位前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讲那个好的部分我们过去的这个成果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努力过接下来我们要更努力，让未来我们还有新的成果出来。所以我觉得刚才像是那个徐旭东的说法，我觉得根本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了。他说当初原住民欢迎他来，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亚洲水泥的案子的话，当初很多的土地的抛弃的那个那个登记书都是同一个签名的。所以中间有很多问题，很多可能涉及不正义的地方。就像刚才施老师讲的，早期过去原住民土地的流失很多不正义，它现在变成私有地。比如说台糖的土地变成公司土地等等，如果全部排除在传统领域的定义外面，你等于是就地的去承认那个不正义。好，那回到那个鱼池乡这个例子里面，我知道鱼池乡或者是甚至南投县政府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乡里面15000多个这个汉人或者是平地人，为什么要让1000多个这个原住民来管？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要去跟社会对话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里面，你作为一个多数的时候，你怎么去尊重少数？你就未来你怎么去面对多数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待你？台湾在国际社会也是少数啊，中国在台湾隔壁也是多数啊。你要把同样的逻辑搬来砸自己的脚吗？还是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尊重多元的一个正义价值的国家，去做出我们跟我们的邻居不一样的事情。有影啦，建立一个这个多元的这个族群也好，还是讲这个政策也好，其实拢有这个改善的这个空间。不过咧，这个8月初了，这个正名25周年，咱袂当这个袂记哩到较早这个原住民这个前辈，因豆豆安尼一步一步进步，自这个个人的这个权益也好，还是讲到族群的这集体的这个概念也好，豆豆拢有看到因的进步。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做回来做回对话那么感谢这个一来宾这个有原住民，有各山族的代表原住民在平埔族，还有咱大雅这个代表，真正非常丰富精彩，感谢大家，多谢。多谢。